各位同學，你哋好啊！我係怡姐姐，我上緊一個體能班，教練邀請我哋做單腳企。我見到我啲同學呢，做得左搖右擺，又容易跌，而我好快就做到維持單腳企嘅1分鐘啦，唔跌啊！我心裏邊諗，好容易啫，唔使學啊嘛。之後教練就加上一啲難度，要我哋單腳企喺一個半個球狀上邊。今次我唔敢驕傲，話好容易啊，因為真係好難做到，好容易跌落嚟啊。於是我下定決心，我喺屋企努力練習，企喺一個好小嘅範圍，單腳企30秒，每次做10次。眼睛專注喺同一點上邊，因為可以幫助我平衡。結果你知唔知點呢？你睇到我幅圖片呢？係啊，我成功做到啦！希望你相信努力練習可以有進步嘅。下次再分享，拜拜。各位同學，你哋好啊！我係怡姐姐，我上緊一個體能班。教練邀請我哋做單腳企，我見到我啲同學呢，做得左搖右擺，又容易跌，而我好快就做到維持單腳企嘅1分鐘啦，唔跌啊！我心裏邊諗，好容易啫，唔使學啊嘛。